国民党的立委陈永康提案要修改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第29条，甲禁限制水域公告款则为国防部改做海委会。陈永康表示，因为这金马的水域已经改除军事管制，禁限制水域话说款则若继续予国防部管，会真奇怪。毋过，这国民进党的立委是批评修法是咧甲中国斗相共，弱化台湾的主权。呼叫中国海警14607。 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。南海巡人员向中国的海警船放送话会，要求对方赶紧离开咱禁限制水域。中国想要用不少地带协议的情形，这几年伫咧金门水域常常发生。因过禁限制水域的公告款则原本伫咧国防部。国民党的立委陈永康带头提案修正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第29条，准备要甲款则移转到海洋委员会。立法要旨也阁讲到两岸内战也未结束，引起大家的争议。站在禁限制水域里面，国军并不能够有涉及的权利，所以这个东西啊要做一个沟通，而不是说我替对方啊找这个理由啊变成内海化，这是不对的。一旦进入了中国对于台湾享有治权这个法律战的框架之下，台海发生任何的战事，国际军事的协助都被斩断。陈永康解释讲，两岸伫咧法理上也未结束内战状态，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代志，无应该被曲解。杨国尧专家分析，两岸局势这么正紧张，尤其是金马水域，常常有中国的渔船或者是海警船出现，伫咧禁限制水域的处置，无适合提悬到军事战机。由执法的单位海巡业管威胁公告，会当降低无顺利发生意外的可能性。对方对这个我们这个海域的袭扰仍然不断，目前看来还是以交由海委会来管理是比较适当的方式。海委会是回应讲，基于国安考虑，应该维持由国防部负责，这能确保相关水域管理甲防务作业的协调性甲一致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